OK，咁35題又出現呢條貨幣創造嘅題型啦。咁可能都係考評局覺得大家對呢一課嘅掌握度唔夠，就再出多一條。咁其實呢題咧，你細心去做咧，拆散開嚟做咧，應該係1、2、3都計到嘅。咁貨幣供應同 CP 佢話咗一直都持有固定嘅金額嘅現金，就貨你計一啲存款創造嘅。OK。咁咧貨幣供應95啦，CP 有15啦，咁其實你就即刻可以處理到呢扎嘢嘅，就係存款有80，OK。咁實際儲備用翻呢個比率，咁其實就揾翻係20，因為用翻80乘20%。咁即係代表儲備依家我望到就有20啦，存款80，咁加翻個 CP 咧，其實貨幣基礎就係35，一係揀到嘅。咁第二啦，最大銀行乘數，咁即係1除最低法定儲備比率。咁最低法定儲備比率點揾咧？咁其實睇呢個超額儲備，而家有4，咁即係代表佢20，OK， 20係實際儲備，減翻呢個超額儲備，其實就揾到佢最低儲備有16。咁法定儲備16，除翻存款80，咁就揾到係1除0.2，即係5啦。咁2又啱嘅。咁佢借晒所有嘅即係存款創造到最大嘅時候啦，咁我哋睇下係點咯喎。存款就係20，即係實際儲備乘翻最大銀行乘數，咁20乘5就係100，100唔好漏，記得加翻個 CP 15，咁先揾到嘅 MS 係115，咁所以1、2、3都係答案，就係多啦。